問10個坦洲朋友邊度好玩，結果答案一致咁講落珠海啦。所以坦洲一日遊，唔係珠海一日遊。出發，順便幫香港朋友測試一下，究竟呢條路線方唔方便。嗱，由港珠澳大橋口岸一出到嚟，第一站就係珠海，所以香港嘅朋友 mark 低呢個視頻，假期一定幫到你。第一站金月軒，當然要去醫下個肚先啦。由港珠澳大橋口岸過嚟先10幾分鐘，我覺得呢一間酒樓呢，食嘢真係超值㗎。嚟到珠海梗係睇海啦，不過今日天氣麻麻地，睇下對岸嗰條就係港珠澳大橋啦，然後去到對面就係我哋嘅澳門機場。我哋港人北上第一站啊，梗係要食下點心嘅。呢啲咁嘅海鮮大酒樓呢，又可以點下餸，又可以食下點心，夾翻個我Honey最中意食嘅蝦餃先。你今次唔講話我最中意食嘅係腸粉嘅？我最中意食雞腳啊！教個雞腳俾你吓。夠犀利！雞髀打人啊，牙較軟；鵝髀咧食落咧就腳仔軟啦。OK啊，個皮啊夠脆。第二站華發商都，食飽係時候嚟消化一下。夏日天時啊熱辣辣，都係商場舒服。中山雖然都有華發商都，但係呢一個華發商都嘅規模真係大好多啊！夏天北上帶小朋友上嚟玩，梗係商場係首選。仲有一樣免費嘅係嘆冷氣。嗱，人多嘅商場真係不一樣，上嚟呢一度諮詢下都要排隊啊！肯定係呢一度咧有個咁嘅諮詢亭，真係好方便啊！呢度餐飲咧，我諗真係有百零間都唔止啊！如果想購物買乜嘢咧，咁就點埋呢一度就可以喺呢度揀，佢會話俾你聽去邊度咯。最近咧咪有套電影叫做《給老公的情書》嘅，想睇咧就喺呢一度咧就可以睇到而家有啲咩電影嘅。哇！呢度仲有唱 K 啊！我有啲朋友咧真係 book K 場唱到2、3點鐘，然後走去食宵夜食通宵，跟住咧第二日朝頭早仲飲埋個早茶，咁就翻香港。咁跟住仲有尋車，我好中意呢個嘅，停車場太大啦，喺呢一度咧你就會揾到自己個車牌喺邊個位置。我覺得呢個系統真係好方便。Honey啊，呢一度都好多香港朋友熟知嘅品牌喎，元氣壽司啊、翠華啊，前面我見過有幾間咧牛肉火鍋啊，香港朋友最中意食牛肉火鍋噶啦。喂，老公，中山幾時有翻呢間咁大嘅商場呢？呢個問題我答唔到你啊，不如問下屏幕前嘅粉絲啦。第三站北山大院，聽講係珠海年輕人都好中意嚟打卡嘅地方，我都要跟上潮流，等我一探究竟先。哇 ，Honey 呢一個購物倉，我呢個年紀咧有多嘢咧就似曾相識噶啦。呢一度咧就係一個舊戲台啊，真係有戲上演嘅。然後呢邊有一個港式美食，然後仲有爸爸 shop， 仲有一啲文創嘅產品，真係好鬼正啊！誒，寶麗來，以前我哋成日都用呢啲嚟影相嘅，你有冇啊？我哋個年代係冇嘅。爸爸 shop， 我想剪呢個髮型，唔該。沒問題。我終於知道點解咁多後生仔中意嚟呢度啦，因為佢好有特色，同埋有好多年輕人嘅玩意喺呢一度，即係入到嚟我都覺得我後生咗幾歲嘅。第四站嚟到宇宙嘅中心山姆，相信唔少港人北上都係為咗嚟山姆掃貨。如果揸車過嚟仲方便，一車一車上晒貨，翻到香港可以夠用2、3個星期。今日我哋就唔翻香港，我哋去坦洲朋友屋企過夜，所以今日就唔使買物資啦。係啊，到時去到樓下食嘢或者係叫外賣都好方便。冇錯，最後一站歸家，不過係歸朋友的家。哇！原來山姆過嚟真係咁快，唔使10分鐘就已經到咗。原來呢一個地方去珠海咁多位置都係好方便。各位香港朋友仲想睇邊度呢？記得留言俾我啦〜